天甲训。
有主啊，几位人也好德，如何幻想者善意？不可幻想如何不乱者必之有也。君子不本，本立之德先，好德也者，即为人之本无。第三章，父话他人脸色，善以人。第四章，正父话我的三性我心，为人无而不忠厚，我朋友高而不信厚，传不识厚。第五章，父话得天相之道，正事的信，不用的爱人，书民依时。第六章，父话弟子一好，出一对，敬礼信，还爱将为亲人，行有无力，则以合文。即将朱下话轻轻一声，是父为明之纪念，是君明地之心。我朋友高，言理有信，随我地下，我必为之合意。第八章，父话君子不忠，则不威，合则不道，主忠信。不有不如记者，各节不当改。第九章，将主话，行将对万，并着随何意。十章，夫禽本有出狂话，夫子之有是当也，不闻其情，久之无，亦无之无，出狂话。夫子温良将善良以一致，夫子之久之也，其之以后人之久之无。11章，父话夫在官之治，夫不官之行，三年无改无父之道，可为好矣。12有主话，女之阳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礼。下代有志，有道不行。离合离合，非礼节制，也不可行也。13章有主话，心经无义，见可合也。将见无力，还体作也。因不是之天，亦可当也。14父话，君子是不求道，孤无求安。令无事理性无言，就有道理强辩，可为好下也义。15章主讲话，点理不天。互利不交，何如主话可也？除了便利的互利好的家也。主讲话，诗文如车如车，如灯如拿，其事之为无。主话，主也，须可无言之意义。这主按理之来讲。将主话
北疆父话威将一边，譬如北行，此其所以将相将至北疆。父话此分别一言以备之，话思无暇。见科学也，见见有理，还批作也。因不是其天，亦可当也。就是父话，君子是不求道，不如求安。nên有事理性有言，就有道理强辩。可为好下也已。15章主讲话，边理无天，富理无标，何如主话可也？除了边理的富理好理者也。主讲话，诗文如车如车，如动如毛，其夫其为无。主话，夫也，诗可无言，诗意义。这主按理之来讲，16章主话，不还人之不记之，还不知人也。
滴滴滴呀，一个呀儿子，一头羊羊，一个莲一个是呀，一个江河子云，是呀河子云，一头羊羊，一天一干干天，一个是是高江。天下各大车军，是啊，天下各大车军呀，那么车子呀，一边车的呀，边洋的车轮呀。
相加善意，不可幻想的可作乱者必之有也。君子不本，本立之德性，好德也者，即为人之本无。第三章，父话他人良识，善于人。第四章，正父话我的三性我心，为人无而不忠厚，我朋友交而不信好，团不识好。第五章，父话得天性之国，正事的心，这样的爱情。书林一席。第六章，父话弟子一好，出一地，敬礼性，还爱将为亲人，行有无力，则以学文。即将诸下话，显显一相，是父为明之纪念，是本领地之心，我朋友高，显理应信，随我地下，我必为之合意。第八章，父话君子不忠，则不威，合则不告，主忠信。唯有不知计价，各节不当改。第九章，正主话，行将对万，并别为何意？十章，夫禽顿有出狂话，夫子之有是当也，不闻其情，酒之无，也物之无，出狂话。夫子温良将强良之一致，夫子之酒之也，其次以后饮之酒之无。11章，父话夫在官之治，何不官之行？3年无改有父之道，可为好矣。12有书话，女之阳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礼。下代有志，有所不行。离合离合，非礼节制，也不可行也。13章有主话，心经无义，见可合也。将见无力，还体作也。因不是之亲，亦可当也。14父话，君子是不求报，孤不求安。因无事的心无言，就有道的情言，可为好下也已。15章主讲话，点力不添，苦力不消，何如父话可也？除了点力的苦力好的家也。主讲话，诗文如车如车，如刀如矛，其师之为无。父话，父也，须可无言之意义。这主往里必来讲，16章父话，不还人之不记的，还不知人也。
言，可为好下也知。15章主讲话，边理无忝，富理无骄，何如主话好也？除了边理的富理好的食也。主讲话，诗文，主车主车，主动主忙，知书之为有，主话。是呀，诗科有言诗意义，各自按理之来讲。章主话，不还人之不记之，还不知人也。继续看微经第二。第一章，父话微经以便，譬如不行，知其所以将相将之。第二章，父话诗三别一言以备之，话书无暇。第三章，父话都是以静，这是以行，边变离无体，都是以变，这是以理，有体请见。第四章，父话我是有我的之有限，三息之力，四息而不歇，五息而知天命，六息而逆顺，七息而将心所要不如故。第五章，并以主本后，主话不为还敌如，主个之话，并身本后无我，我对话不为还敌话，何为也？主话相属之一类，互共之一类，这是一类。六章，并无别本后，主话父母以其一之忧。第七章，自由本后，主话今之后下是为应用，只有天马带领有用，不见何以得好。第八章，夫下本后，主话实然，因此得主合其乐，有就是神仙观，真是有好好。第九章，主话我无悔言将日，不为如故，何以性其事也将依法悔也不顾。第十章，主话视其所欲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恩所在，人恩所在。第一章，主话温故立之心，可以为师矣。12章，主话君子不欺。13章，主讲论君子，主话先贤之言如何讲之。14章，主话君子久理不避，小人避理不究。15章，主话
将爱讲文化，还为这边学康主地话，故地插主案这边学，故案插主地这边不学，二则对康主文书联见标一看，只是和主管。点第一章接见，号主接标，古先列教不良这款21章，作为康主话，此后不为见，主话此人好好，以好友不相对，虽无有见，是要为见，何以为见？22章。康主对话，故地插主案这边学，故案插主地这边不学。二则对康主文书联见标一看，只是和主管。点第一章接见，号主接标，古先列教不良这款21章。作为康主话，此后不为见，主话此人好好，以好友不相对。虽无有见，是要为见，何以为见？22章，主话今日不信，不得即可也。在古不觉，下古不观，以何以行自在？23章，主张文是说可比也。主话文因无下类，多分也可比也。修因无文类，多分也可比也。只业这酒家，随不舍可比也。24章，主话非其贵利，自己欠也。见义不为，无用也。第三，第1章，康主为贵司，第一不无情，是可怜也，小不可怜也。第2章，三家甲一样铁，主话相于出光，天主宝宝，何处三家之等？第3章，主话锦鲤不锦，主内和，锦鲤不锦，主甲和。第4章，阴行本对之本，主话在本，对有其车也灵天，方有其意也灵天。第5章，主话以德之有君，不如诸下之无也。第6章，贵是入泰山，不为良有患，入不良就无对话。
此话，我见为泰山，不如炎黄河。第七章，此话，君子无所敬，必也下河。一量理性，下理应，其中也君子。夫下文化，卡条谈气，衣着谈气，所以为贤气，何为也？此话，为是何所？话内何？此话，其余者相也。此可无人之意矣。第八章，此话下内我灵言是，其不足定也；温内我灵言是，尚不足定也；温贤不足恶也，即我灵定之矣。第九章，此话各自机关以安者，我不若观之矣。第十章，下本第第三，此话不必也。第第三者，只有天下也。其无是诸书学之其中。11章，自如在，自行如行在。此话我不污者，如不者。12章，安分大本话，无其未有二，见未有作，何为也？此话不然，实虽无天，无所得也。13章，此话久感无时代，小小可本在，我将就。14章，自入太了，内属分，此话。是为家人之子地内行，入太了内属分，自文之外，是内也。15章，此话下不知皮，为列不当车，各之得也。16章，主抗一气确实之阳，此话夫也溺爱之阳，我爱之内。17章，此话是君尽力，仅以为偏也。18章，定公本君夫行，行属君，主其和，康之对外，君夫行以内，行属君以中。19章，此话官夫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20章，哀公文下有灾难，灾难对话，下何时以穷？温人以变，救人以烈，哇，斯人正烈。21章，自文之外，相书不实，虽书不敢，一案不见。
而将自外官兵之气消散。若官兵欠好，万事有三归，官事不入，恩不欠。前职官兵比例好，当官事实文，官事亦事实文。当官为将军时好，要翻变，官事亦要翻变。官事离地咧，下不地咧。第23章，自古老太师六话，那记可比呀，许多其主呀，强记孙主呀，教主呀，岳主呀，以降。24，其方人天显话，君主之之无私呀。我理想不得见呀，强者天子，这话第三子何患无上好？天下之无德也救义，天将以父子为目标。25章，子为孝，尽礼义，又尽善也；为母，尽礼义，必尽善也。23，子话故乡不宽，为乐不敬，人生不哀，我何以观其在？
见不贤以为主现也，达对将自话除夫妇之感，见之不讲，究竟不为，得理不管，不高将自话夫妇在不玩有，有必有康，第十章自话三年不改无夫之德，出于好意。第一章自话夫妇之年不可不敌呀，一节一喜，一节一苦。第十二章自话各家言之不出，天将之不待呀。第十三章自话以有失之家先意。第十四章自话君主人物无言，必定无限。第十五章自话别不加必有灵。第十六章自有话父君所父若语，天因所父所语。讲呀讲。在十合讲呀讲对话。第一章作为讲呀讲可提呀，水在历史之中非之吹呀，以及主题是第二章作为南洋，当有道不会，当无道便有行略，以及显之主题是第三章作为主见，君主在若然，若无君主下，出言出书。第四章主言问话，父呀何如？父话多奇呀，话何奇呀，话多练呀。第五章说话应呀，言理不定，说话应呀是。无人以夸是，如今无人，不敌其人，应呀是。第六章这是这条开书对话，我自己的联系主言。第七章这话不行，行夫妇无害，像我家有无，除了本之喜，主话有呀，好用最妙，无所出歹。第九章并无别问主了真好，主话不敌呀，又问主话有呀，天性之道，可知地之乎呀，不敌其人呀，有呀何如？主话有呀，天色之意，不祥之家，可知为之在呀。不敌其人呀，却呀何如？主话却呀，实在的无聊。可知并克前呀，不敌其人呀。至为之狂话，路何呀相路？对话，父呀何敢不回？回呀问一一的心，父呀问一一的的主话，不读呀。我无路不读呀，第九章，百无定情，主话，修德不可雕呀，粪泡之情不可无呀，无何多，主话，是我无情呀，天
之言的性之性，任何有情也；天之言的观之性，无解释。第6章自话，我历经讲者，是对话心肠，自话强也弱，言必讲11章，主狂话，我不若人之家之我也，我若无家之人，自话是也非你所及也。12章主狂话。夫子之文章，可得的本也；夫子之言，善有天道，不可得的本也。13章，主若有文，地之灵行，以强有文。14章，主狂本话，况文主何以为之本也？主话，论理好下，不体下文，是以为之本也。15章，作为主产，有君主之道事言，其行既也强，其事上也强，其用民也废，其使民也奇。16章，主话按定中，善恶循道，叫你敬事。17章，主话公文中有才，三节多节。何如其地也？主张文话，连恩之文，凡事为连恩，不虚设善意志，不温设求连恩之情。第一个心连恩，何如自话中义？话言以后，话必须跟执行。其子气者公，并文子有马一行，其的位置就他当，即话由我大夫推出也；位置一当，即又话由我大夫推出也。位置何如自话天意话言以后话必须跟执行。19章，贵文主三书离合行，自文之话，在书可以。20章，自话，并无主，当有得即地，当无得即无，其地可及也，其无不可及也。21章，自在点话，归无归无，我当之下主共赞。虽然行中，不知在台子，12章。
野中第五，看第22章。22章是话不以色者不良求恶，万事用心。23章是为地上的别失去黑暗，失去基灵的物质。24章是话他人灵性，4章追求灵气质，多元气质。乐观的有的人，追求灵气质，多元气质。25章万言归乐事，出话合国人的事，出落话顽固马以请求我朋友讲对是的不含，但言话原本发现不是了，出落话原本自己治，出话落下安静，朋友心智。小家怀瑾，26章自话以后，我比见灵见之个，是在书上写呀。17章自话实现之业，只有良心所到者的，不如这句好客呀。地下化优雅美丽。即将自话优雅车速难辨，边疆人夫方铁树，自话特약간边疆话古境离行感以民之民，不亦可好？古感离行感无奈太干好，边疆自话两字言言。即将自话优雅车速难辨，边疆文夫方铁树，自话特약간边疆话古境离行感以民之民，不亦可好？古感离行感无奈太干好，边疆自话两字言言。第3章安装文地主，社会好客，康度平安，有干回家好客，不前路，不易过，不行端明数语，今夜即无，自然好客下呀。
故清液啊，物之如严主物之属毛病，主啊，设计设这样，先飞马以天球，我闻之呀，君子就其不给乎？官夫为之在，物之属纠别属。主啊，无以无力天地相当合，我将作为将将挂，夜游之主心车感，水也不用山川以下书，给他将。自我回呀，之心三卦不为行，只无一直个自然之意义。而且对抗这本表有，可是将性也无，主话有两个，我将性何有？哇，是呀，可是将性也无，哇，是呀，但我将性何有？哇，有呀，可是将性也无，哇，有呀的，我将性何有？对将。为是司令之天为必战，因之天案，现在我夫人，只有和我讲，这我不改本相义。我本之呀，君子就其不给乎？官夫为之在，物之属纠别属。是啊，无义无利，天地相当合。我将作为将将挂，夜游之主，心车感，水也不用山川以下书，给他将。自我回呀，之心三卦不为行，只无一直个自然之意义。而且对抗这本表有，可是将性也无，主话有两个，不将性何有？哇，是呀，可是将性也无，哇，是呀，但我将性何有？哇，有呀，可是将性也无，哇，有呀的，我将性何有？对将。为是司令之天为必战，因之天案，现在我夫人，只有和我讲，这我不改本相义，也高将。高将，这有事，这本事，不有实际秀，哇，讲是，令狐。出钱呀，你又出钱呀，出钱呀，你又出钱呀。这个将是我现在回呀，一旦是一表演，在这行言不堪其忧，回呀不改其乐，现在回呀。特别先叫话，非不爱自己的也不着呀，是话。也不着呀，两得离会。
为母成拜，是话母的情缘，你好哇！因三代的名将，天不由定，开公司异想有应一呀。14章，说话病之患不发，分离定，将一本出奇嘛，哇，非甘何呀，马不进呀。15章，说话不有这个之人，也有3条之命。然后变入经济效应，16章，说话水灵出不由何，何不由书得呀？17章，说话是性文直呀，文性质直述，文是边边言何文字？14章，说话人之性也低，人之性也性里边。19章，说话低之家不如好之家，好之家不如国之家。16章，说话中人以上可以不相呀，中人以下不可以不相呀。21章，反敌问题，说话无人之意，正归心的完事。可为之言，论人话人家真难离好些，可为人意。22章，说话地家熬水，人家熬山，地家当，人家正，地家落，人家修。23章，说话这一边只有个。落一边只有得，14章，说话高不高，高在，高我文化，人家随个计划，正有人言，即将之呀，说话可为之点呀，君主可谁呀，不可含呀，可欺呀，不可放呀。15章，说话君主托下无文，若是以类，亦吹福宽以何？16章，世间男子出路不一，夫子4之万，无所休假，天言之。17章，说话中庸之为直呀，知之以好。人生救义，28章，主讲话，只有确实无名，一连最讲，何足可为人好，说话何处无人，必也相好，标准具有点数，无人家既有的一个人，既有大的大人，相见出去，可为人之方也义。
有道，就有道，伊有仁，有有义。第7章，做法培养德性以上，无理上无会见。第8章，做法不分不客，不非不化，不一语不以三无患，皆不受也。第9章，自实有忧伤假之前，必上报也。第10章，自无是一考，皆不得。11，自为干恩患，殃之不行，下之不爽，以貌污逆，忧是福。初六话，自行三公则随无。自话，道好当和，自理不会假，我不误也。必也因书离库，好得理行假也。11章，自话。11，自为干恩患，殃之不行，下之不爽，以貌污逆，忧是福。初六话，自行三公则随无。自话，道好当和，自理不会假，我不误也。必也因书离库，好得理行假也。11章，自话，互利可求也，随一边之书，我亦为之，如不可求，将我所好。11章，自之所信，在见即。12章，自在者文效，三观不必入必，哇，不得为家己之物事也。14章，焉有话，夫子为君后，诸孔话，若我将文字，是话，至于作者何情也，哇，二之天情也。或还何患？救人比救人有何患？说话夫子不为也。15章，说话患所夫因水，出将以前事，都入在其中矣。不以其父恰贵，无貌不乎魂。16章，说话大脑多人。我是一学业，非无大得意。17，最多那言，是书一对，该那言也。18，十讲同孔子有出路，出路不对。说话不喜不坏，其为情也，不分同修，各异同忧，不必那是将其文理。19，说话莫为心理之一者，好过正义求之者也。20章，自不顾怪略乱情。21章。
人行，必有我之言。一句先者而讲之，其不先者而代之。42章，说话天星之无，还对之路如何？43章，说话第三组与我回问后，我不问候你，我不行你不误第三组家是报家。44，这一次的本性表示45。将自我现人我不得一见之意，一见君主家所可以，自我现人我不得一见之意，一见有形家所可以。无理为有，无理为盈，有理为泰，然后有形义。46章。故调你不公，也小。47章，是话，再有不对的十几家，我不是呀。这本不知先家的讲解，多见的知识，一的图呀。48章，互相然无言。当主称为明显出外无其前呀，不无其退呀。以何心人直记以前，不直记呀，不过其本呀。49章出外人万何在？我有人，书人之意。30章兵书败。本交光地类后，空出外地类，空出退，一不马其理尽其外。我本君主不动，君主亦动后，君主有我为当性，为是我名主。君的地类，小不地类，不马其一个主外，我也先，我有个。人不低级，31做人个里先必须反击，为何何之？32章主话，本望我有钱呀，强行君主，这我未有的。33章主话，若性有人，这我期待，亦为之不言，好人不管。一可为文理意义，公社华华，建于地主不联合呀。34章，主这边主罗清德，主话有主，主对话有字对话，多里有上下心机，主话我知道救义。35章，主话车子不顺，天一个。无之不顺呀，连国36章主话，君主探东东，小人用切切。37章主温理的，威理不变，将理安。
不为，一言不他。第三章，经书有节，小文字书画，口舌口秀，诗文渐渐渐渐，如林平烟，如履薄冰。以今以后，我的脸谱消除。第四章，经书有节，并经书分析，经书简化，了的经书机灵也爱，人的经书机言也鲜，君子所贵何得三，东阳毛。不完百万语，天然线，书信是义，出书去，不完七百语，编多之书，皆有书存。第五章，经书话，一良文无不良，一德文无挂，九了不，七了哭，三礼不告，六下我有，将将书书义。第六章，经书话，开拓六窍之高，开启别义之变，连大家是不可夺也。观书人无，观书人也。第七章，经书话，是不可以不放的，念中理得万，引以为纪念，不亦相好，不离可以，不亦万好。第八章书话，天无私，日无累，行无八。第九章书话，并可书有记，不可书知识。第十章书话，好用之情，乱也，言理不言，一字一行，乱也。11章书话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理，夫教听令，既无不足观也矣。12章书话，三连他，不是无告，不以直也。13章书话，德行好客，修书贤德，贵邦不入，断邦不顾，天下有德则贤，无德则稳，邦有德，天下先言气也。邦无德，富家贵言气也。14章书话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田。15章书话，夫子之事，官夫之乱，养好
逆在，十六章说话讲理不直，仓理不完，空空理不行，我不知之意。17章说话黑door不接，要强一字。14章说话鬼鬼何顺不是有天下也，是不无言。19章说话大在有是为君也，鬼鬼何以天为大，以有直字。当当下点无两两人，鬼鬼何有正当也，幻何有文章。47有断情是情，康说话在然，不是言何，当无之者，无书为经，有乎情言，究竟的意义。三分天下有其义，一合所温，有其节，以可为季节意义。以天为大，以有直字。当当下点无两两人，鬼鬼何有正当也，幻何有文章。40章顺有情我言，是天下事，不往还，不有断情是情。康说话在然，不是言何，当无之者，无书为经，有乎情言，究竟的意义。三分天下有其义，一合所温，有其节，以可为季节意义。说话勿我。19章说话大在有是为君也，鬼鬼何以天为大，以有直字。当当下点无两两人，鬼鬼何有正当也，幻何有文章。40章顺有情我言，是天下事，不往还，不有断情是情。康说话在然，不是言何，当无之者，无书为经，有乎情言，究竟的意义。三分天下有其义，一合所温，有其节，以可为季节意义。说话勿我不干人意，非应些，以地好合为行，恶以下，以地必好不变，必将些，以今的合合合，勿我不干人意。
康子，好客义务所成连，朱文子，为阮地主话，我何接一股好，一车好，我一股意，第三章，主话八点日夜，今夜顺强，我种种，拜下日夜，今拜互相太阳，水为将我将下。将富十数，无义无别，无道无我，又将富为无康，话安安之物，本不在诸侯。天一将上书本也，何事者不得无书本也？天之地上书本也，汤言之路如何？将太在不如之狂乱，夫子性假无，此即得灵也。之狂乱，故天上一将性，有得灵也。自文之外，太在之我好，我小也先，故得灵之事，君主都何在，不得也。这话自文。我不起过言，第七章自话，我有知何在，不知也。有匹夫问我，康康如也，我却是两端而结言。第八章自话，红命不至，可不出道。我意乎？第九章，自见诸出者，便以上者，无过者，见之虽小不足，各自必出。第十章，感恩为人谈话，两是离歌，三是离间，两是在前，不言在后。夫子顺顺连，成有言。当我一文，将我一列，欲罢不能。既结我在，如有所入当里，虽若将士，或有也矣。一将主这边，主罗是文人为行，并干话就已在。有志行杀也，无情而为有情，我虽欺天后，家无其事无行之秀也，无量事无其担子之秀好，家无将不得大众，无事无得落后。十二章诸狂话。有理有无书，温度地当书，有性家的高书，主话高自在，高自在，我太家家呀。第13章，主要顾求言，是话若独之何？主话君主不是何罗之有。14章，主话我主为欢乐。然后甲田，哪像不得其所？15章主话出则无光天，入则是福天，常事不敢不变，不为久困，何有无我在？18自在传上话，世家如舒服，不加就也。
一件自话我未见，看着如好食食也。28章自话虚如为丹，必成一归。知我知也，譬如平地水学一归，知我恶也。19章自话有志而不得者，知乎也有。第二章不为干言话，亦何我见之事也，我未见之知也。这是他表扬。
襄阳，你不良自家血呀，才对将回之为人，对呀回之为人，这可襄阳是一线，这光环好像，你会是意，对高乡，天下各家可见。对呀，天下各家可见呀，这个可数呀，这边可得呀，边阳不可量呀。
富贵，河边见，先河边见，河一边，先河一边，河环南，先河环南，官府不知地不足节言，在相位不联下，在下位不安详，将距离不久不言。不不往相不往天，下不由人。在官府故意以主量，下人相向以下相。不话小有适合官府，不足正考，官求不知心。第十个章，官府之道，官府之道，知礼相往，知准理，知礼变高，知准低，是话。是最好客，如果是钱，将多知业，可乐听淡，二理是大，两理出来，是话，苦乐计算以后。这个将归行是为先，这话归行是为先，知先以后，是字以后讲，听字以后闻，配不是不可为，是天下之人，大良相好，一相对书，两耳主宰之相。主宰之多有，一话行之作书，不可得书，心可约书，狐狸之险，行之不可言如此乎？第17章，顺之在后，是话顺之在后也有，则为圣人，尊为天子。可有四海之内，当了相子，子孙代子，而代家不得之为，不得之家，不得之良，不得之修。而天之相的，并是代的作用，而代家归之，天家合之，是话。大陆官司混混两家，一年一人，修了5天，都有编制，可见心智。在大家是修编，是18家，不有家是一文昂，是话不有家是一文昂好，一昂贵为后，一不昂为次，后则是不是。不昂占太昂昂贵，文昂是说，一两一里一天下，天不是天下之天良，身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当家相子，子孙代子，不昂的手边，就刚相文武之间。对昂太昂昂贵，相思便刚以天子之类，书类呀，在何如何？在乎之书书人，是为在乎是为书，等于在乎可以书，是为书是为在
夫，上衣是谁大夫？举是上，大河大夫，三两是上，大河天主，何乐是上，无贵见之家。第18章，不王九江是北海，不王九江是北海一行，胡海家，现在人的字，现在人的数呀，春秋是的代表，人的单体，这个相应，人的知识。当然是嘞，当国家的呀，国家该变贵重呀，就是该变钱呀，不是下为乡，该改变呀，越马该福气呀，现之为现之的，在之家，现之发生，爱之发生，所受如所相。不当如是贤，好之事呀。高下之类，该是相对呀。高下之类，该是合之先呀。联合高下之类，各相之意，之家之如之不相害。这是个将，爱公文件，爱公文件，不管。文部之见，各在方前，知人权，这个讲故，知人良，这个讲学，人道人讲，得道人事，好讲也讲，大罗也，各位讲在人，出人一心，修心一德。师德一人，儒家敬仰，先天为代，儒家以养，尊贤为代，先天之代，尊贤之典，乐多宣扬。各官职不可以不学心，书学心不可以不学亲，书学亲。不可以不敌人，不敌人不可以不敌天。天下是百德爱，所以显是假三。或官行呀，辅助呀，夫妇呀，坤德呀，兵役是大呀，大家天下是百德呀。